因我来看这嘉义丹那市风台造成的灾情，即卖呢有一寡乡镇这水电是拢也未来，为着要来照顾这当地灾民，是有民间团体调工去找岛址，来到嘉义县的义德乡来替人煮食送便当。毛国官是去到鹿草乡设备洗身躯的所在，互人一个方便，希望会当帮助在地度过一个难关。拄煮起来个小小的饭，带入去便当盒内底，外口的岛址嘛无用咧出菜。就把有志工专工来到嘉义县的义德乡，为昨暗初10开始，要替厝内个停水停电的灾民准备2天的便当。一天就是要1万颗便当，那也就是因为脸书的号召，有人分享，才会有这么多上百位的无偿志工、自发性志工前来要支援、要帮忙。就是有人发起说有这个活动啊，哎呀，所以说我们平常都有做疫情的活动，对，哎，都全程都有需要的地方我们都会去。除了饭堂的照顾以外，嘉义后备指挥部嘛去到嘉义县的鹿草乡，运用因军方的装备设置临时洗身躯的所在，希望提供给停水停电的乡亲会当来使用。里面的设备呢由国军来处理吼，里面大概可以有12个卫浴的空间，那可以提供我们居民吼那加上我们自来水公司跟消防队这个消防栓的水源，可以让他们暂时有这个水源可以来沐浴使用。水就是可能只有外面那种水。是可以有微量的水，但是如果就是要水塔的话，我们水塔就是因为没有电，所以水塔也抽不上去，我们是没有办法正常沐浴的状况。但那是风台风雨对嘉义地区带来真侪损失，停电停水的状况拖着复原的工课，嘛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在艰苦的环境当中，一粒小小的便当，或者是一个通洗身躯、洗烧水的所在，让予灾民感受到台湾各地的善良甲热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